一世人疼你若生命，结果我的男主角今天没有来，我的男主角是朱勇的朱大哥，他是三立的资深演员。那没办法的时候，我的专辑里面有3首歌，今天带来一首《几名火下叮叮当当》。那这首唱片我制作，翟老师在哪里呀？翟老师你在哪里？我的翟老师全程帮我制作，一世人疼你若生命也是翟老师制作的，那也是帮我作词作曲的。那这一首《几名火下叮叮当当》是大唐的张瑞斌张董帮我写的。那今天为大家唱一首《几名火下叮叮当当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来，掌声鼓励。